家好，我係公龍，我今日嚟整燒雞機啊！嘅材料係發射器呢啲嗱，我最緊要鐵磚雙拿呢度玻璃。漏斗啊，跟住就向嗰邊係啦，跟住呢度整個發射器，我自己設計㗎啦，呢個燒雞機。一個比較器，中間器，跟住紅石，跟住呢度一個中繼器，紅石，然後踎低。喂，喂，喂，紅石，好簡單啫。等一陣翻，好啦，我整理過啦，然後整理過放咁多爐頭，呢度兩個發射器啦，整一陣就翻。其實我買啲鐵波就得啦，大家可以喺度喺上面，呢度有擺啲條梯喺度餵啲種子佢食。嗱，我睇下叻唔叻先。哇咩？不過有啲，不過你要好快按先得。就呢個紅色教學就完啦，咁就係咁啦，拜拜。哇！